洲国家查到民众为着争取民主选举就地抗议，说是起予军政府粗残镇压，至少已经有60个人死亡。英国首相 Truss 昨宣布落台，前首相强森甲顶届司法 Truss 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则大位的声势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进前，北京的四通桥是去封挂反对习近平的布条啊。虽然中国是拼命咧拗消息，不过也是有侪勇敢的人来声援，亲像有美国的中国学生是伫咧学校内底举抗议的标语，公开反对中共的政权。中国国内亲像北京某一项活动，号做便所革命，是伫咧便所的壁顶喷漆抗议，西安的路边冒出现反对布条啊。不过，即阵中国的官方说是开始生效，有一个反对习近平的少年人，伊是伫咧国外读册。中国的官方说是走去因兜找伊伫咧中国的亲人麻烦。接落来看非洲中部的国家查德，侪民众为着争取民主自由就街抗议，当时爆发真严重的流血冲突甲粗残的镇压，至少已经有60个人死亡。军政府面对国际的谴责，即阵说是讲是因为有人发动叛乱，部队只是正当防卫，甚至阁发布宵禁。民众会遮尔生气，就是因为现任的军政府元首德比，2021年就任了后，答应过年半了后，局势若是稳定，就会举办大选，转型做民主政府。不过这个月初，伊说是唔愿甲权力放掉，宣布大选要搁延后2年，延到2024年。这个方法，就甲缅甸的军政府落权的手段是别共啊别共。路烧物件甲车大声喊争取民主，非洲东部查德拜时爆发大规模抗议，包含首都恩加美纳在内真侪都市，拢大批民众上街落抗议军政府延后选举。群众反弹是因为现任总统马哈马特无实现上台进前承诺。马哈马特是前总统德比的后生，2002年老爸被叛军暗杀了后掌权。伊原本答应28个月过渡期了，就转型做民主政府，不过煞伫这个月初宣布将选举延后2年到2024年10月。部分的群众上街落示威，不过军队使用催泪弹甚至枪支镇压群众。这是查德这几年规模上大的抗议行动，也是上严重的流血冲突。民间估算，包含军人在内，已经有至少60人在抗议当中不幸死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差不多50人。对百姓和平抗争遭到政府强烈镇压，包含法国、非洲联盟甲联合国拢表示谴责。We call on the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security, safety,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Chadian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are respected. 不过，军政府则表示，这是叛乱人士的武装行动，部队使用武力是合理自卫。当局当时宣布宵禁，一直到爆发抗议的都市恢复秩序，不过并无直接回应群众争取民主的诉求。公司新闻7万0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3件新闻。日本9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升悬3%，但是扣掉消费税加扣税影响，今年9月通货膨胀的速度是31年来上加紧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军方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北韩当美接咧开发会当用来战争的核武器，5年后就有200粒以上，用来做甲美国谈判解除制裁军钱。英国《泰晤士》报道，英国首相 Truss 将向宣布辞职，佮半月进前才落台前首相强森，风声讲已经开始布局，按算要佮前保守党的党主席，也是首相的大位。稍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英国首相 Truss 落台，等于是甲其他嘛面临通货膨胀甲能源危机的欧洲各国的领袖提出警告，但是无法度安大民心，政治局势就愈来愈乱。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大好野人马斯克要甲 Twitter 买起来，伊按算未来裁减目前75派员工，数百万 Twitter 用汇款液甲资料安全，恐惊就会有风险。罗西亚对乌克兰的攻击是完全无要收煞意思。
美国的国务院证实讲，罗西亚军队伫咧克里米亚接受伊朗军事人员的协助，使用伊朗提供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指控罗西亚想要攻击核电厂，逼乌克兰的人民离开故乡去欧盟国家避难。俄军最近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包括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引起全国界关心。伊朗甲俄罗斯拢否认，不过美国国务院证实，伊朗派遣军事人员前往克里米亚协助俄军操作无人机。We assess that Iranian military personnel were on the ground in Crimea and assisted Russia in these operations. Russia has received dozens of these UAVs so far and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receive additional shipment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受访问的时阵批评，伊朗卖无人机趁战争财，煞造成乌克兰百姓的伤亡。美国国防部也表示，伊朗输出恐怖主义范围已经下过中东地区。In many ways, these drones are used to as psychological weapons, used to create fear. But from an operational, from a strategic standpoint, it still doesn't change the fact that Russian forces on the ground continue to lose territory or at best hold ground. 另外，泽伦斯基佫讲，俄罗斯当地攻击乌克兰的发电厂，造成能源危机，必须乌克兰人逃去欧盟国家，想要制造真侪难民。面对俄军一直攻击，哈尔科夫赶紧去阿摩图的防空避难所，来保障百姓的性命安全。Произошла, наверное, больше с израильских укрыт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в основном рядом с сектор Газом проходят постоянны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Палестины. И идея пришла,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граждан Харькова. 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视察一位动员零调集的部队，佮亲身用步枪射击。虽然普京已经表示动员会伫2礼拜内结束，不过也是强调，所有人员拢会有适当的装备派去前线。公司新闻郑为人编译。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愈拍愈无法度收煞，甚至是佫有愈来愈严重的版势。罗西亚总统普京就达不时放调要使用核武器，这些核武器若是用落，就不只是因2国的代志，是牵连着全世界生死。尤其是乌克兰附近的国家，百姓拢是心惊胆惊。亲像罗马尼亚已经开始规划要安怎灭核灾，因为因国内避难所久无用，有的甚至已经改做博物馆。若是要去新的，是了时间佮了工。所以罗马尼亚政府就当咧研究讲，涂骹底严控敢会当当做核灾避难所来使用。经过长长的走廊，会用看到壁面顶有规律的纹路。这是欧洲国家罗马尼亚西北部城市土尔达的地下监控，即马互开发做博物馆甲游乐园的观光景点。俄乌战争内底，俄国真侪界表示无排除动用核武。罗马尼亚因为甲乌克兰的国土接触，若是乌克兰受到核武攻击，就真歹避开核灾。根据罗马尼亚的法律规定，土尔达的地下监控可列入做避难所的名单。不过，地下监控是不是会当做核灾避难所，嘛互人质疑。Acest tip de adăpost intră în categoria spațiilor care pot fi folosite cu caracter temporar. Evident, nu sunt adăposturi, ci pot servi pentru adăpostire. Situația particulară pentru salină nu o cunosc, pentru că eu reprezint doar municipiul București și județul Ilfov, iar aici nu avem astfel de spații. 这个监控停止开发了后，就正在地震期间的市民防空洞，在苏联解体了后，和平生活，和罗马尼亚政府有捌办过核灾避难演习。评论家所认为，应该是这训练导成的路线，避免受到攻击的时阵疯狂乱走。东欧人民嘛已经习惯受到核武的威胁，嘛认为无啥可能发生。罗马尼亚国立政治学院院长克里斯坦认为，罗马尼亚是北约国家之一，除了愈来愈多北约军队驻守伫罗马尼亚防务，也佮有北约的军事基地设备神盾战斗系统，会当确保罗马尼亚哪吒俄国发射的弹道飞弹，所以罗马尼亚和核武攻击风险并无大。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将英国首相 Truss 形象请时，首相的大位只坐45天。Truss 的颁布颁甲遐尼紧，上界主要的就是失败减税政策。不过用减税来化解通货膨胀 ，Truss 唔是头一个。前美国总统雷根甲前英国首相柴契尔拢有做过同款的代志。不过为怎样就敢若 Truss 是不甲万民全倒回咧？主要的原因就是 Truss 的方案无够完整。
1981年，前美国总统雷根会用讲是头一个用大规模减税来压通膨的领袖。不过，雷根减税的同时嘛，做伙升利息，把美金的价值保调咧，而且嘛，同齐减少政府的开销，避免讲收入减少会无法度应付。当然，实施减税毋是随会当看到经济成长。不过，雷根的政策实施2年了后，经济稳定，工作机会变多，百姓趁较有钱，国库的收入慢慢来增加。1988年，另外一位领袖，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甲雷根同款，人嘛是有规套的计划。减税收入减少的时阵，嘛减少政府的开销。亲像伊就甲国营企业卖出去，减少政府的投资。虽然讲两位领袖的政策有引起反对，不过若是对压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是真成功的。这回 Trust 就是减少完整的计划，等到英镑咧落这起利息已经袂付啊，收入起一角再来开减开销嘛，已经救袂回来。英国首相特拉斯20日当年嘅观察头前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I came into office at a time of great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ability, and we set out a vision for a low-tax, high-growth economy that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reedoms of Brexit. I recognise, though, given the situation, I cannot deliver the mandate on which I was elected b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I have therefor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o notify him that I am resigning as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4个月来2摆党魁选举，上镜月底选出新首相。特拉斯表示，这段时间会继续做看守首相。It's an extraordinary collapse in authority. Trust came in with these big, bold promises, and then, we've seen it out of power within just over 6 weeks. 特拉斯上任了后，大大提出450亿英镑的大减税，1500亿英镑能源补贴，新财政年度就安尼估值714亿英镑，讲是应付经济成长2.5%。不过，和国际货币基金警告，英镑换美金那个上期，在猛烈的攻击之下，特拉斯回撤的财政大臣垮腾落台，新任财相康特接手特拉斯减税计划法庭。支持度也那个上期，为少人要求辞职，上任只有45天，是首相任期上帝首相。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Trust 落台了后，啥人来接首相大位，就是这阵的焦点。目前是有3个人受到关注。头一个就是个月进前，伫咧上尾一轮输给 Trust 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而且伊进前就捌指出 ，Trust 的减税政策伤过含糊，一定会出问题。这点就会围绕袂少选票。第2位是前首相强森，虽然因为侪争议，而且会落台，不过伊落台进前的支持率也是比即阵 Trust 搁较悬。保守党内挺伊的势力嘛真强。根据一份党内民调，支持度上较悬的竟然就是强森。第3位是现任的下议院领袖莫登特，嘛有参加顶一届的大选，英国捌做过国防大臣。根据英国的规定，执政党保守党的党主席提名后礼拜一结束，若是有超过1个人去互提名，是后礼拜5的竞选结果出来。这个当选人也就是后一任的新的英国首相。英国看啥了后，咱来看意大利的政局。意大利顶个月国会大选是由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带头的右派联名选赢。兄弟党的党主席梅洛尼，预计10月就会就任，成做意大利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总理。不过大选进前，为了选举合作的右派联名，这阵煞是开始有无同的立场。这梅洛尼的执政之路恐惊是会真歹行。意大利国会进前开议为新政府的筹组展开序幕，由梅洛尼所领导的实属上济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加结盟合作的极右派联名党，也加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中右派意大利力量党，国会实属超过一半，要组成一个二任了后上偏右派的政府。梅洛尼就变做历史上头一个女总理，伊定10月底正式上路，讨厌外人反同志反对台的路线，互人权团体烦恼。不过执政联盟内部原来有无共意见，上议院议长的选举虽然也是由梅洛尼共党同志的拉鲁萨当选，不过2个结盟政党拢抵制也是走票，筹组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因为2个民党各有坚持，变甲真困难。新政府一个上任，搁要面对经济衰退、能源危机，也加俄乌战争。梅洛尼到即马拢也无法度找到会当互投资人安心的经济部长人选。
La manovra finanziaria andrà discussa entro poche settimane, quindi diciamo il nuovo governo, la prima scadenza importante vera, e io credo che in linea di massima non dovrebbe discostarsi troppo da quello che ha fatto il governo guidato da Mario Draghi in questi mesi, anche per una ragione banale, non ne ha la possibilità perché c'è una crisi diciamo economica piuttosto forte。国家还是梅洛尼两个右派民党拢亲俄罗斯，各反对西方制裁。媒体进前公布两段贝鲁斯科尼的谈话录音，内容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普廷撒向战争，西方介入，互这个2礼拜就会当结束的行动一直前沿，也引起议论。梅洛尼尾也发表严厉声明，国再声明会持续援助乌克兰。意大利是欧洲甲北约的一部分，任何无同意伊外交政治路线的政党，拢无应该加入新政府。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后个月11月20，世界杯卡球赛就要伫咧中东的卡达比赛。中国即阵是利用鸟禽来拼外交关系，送一对鸟禽去互卡达，预计伫咧开赛迄天就会正式公开甲民众见面。为着欢迎2只真远来的鸟禽，卡达的囡仔每人摕一只鸟禽翁仔，想要甲大只鸟禽翁仔翕相。中国送卡达2只鸟禽做主办世界杯卡球赛贺礼，4岁的公鸟禽珍珍甲3岁的母鸟禽素海，经过24点钟的飞行，伫19到卡达。这是中国鸟禽伫疫情了后头一届出境，佮也是头一届来中东国家。卡达高温佮大暑，这个气候无适合鸟禽成长。为了照顾这2只贵客，卡达用1年外的时间伫首都杜哈150公里的豪尔奇建造鸟禽馆，甲外口的环境完全隔开，完全模仿四川鸟禽的生态园区条件。But we follow the temperatures like you have them in Sichuan and China. We look at the humidity. 鸟禽馆除了用天然光线的室内活动空间，完了有些鸟禽专用的厨房、医疗室甲照护室。2只鸟禽预定伫卡达15年，团队要进行保育甲育种研究。中国的鸟禽外交历史超过半世纪，全球差不多有20国受过这份大礼。2020年，中国甲卡达有签署要长征物种保育的合作协议。卡达的民众普遍也拢欢迎这对东方来的贵客。Pandas are not something you can see every day, and especially in Qatar since the climate is different. 今年中国的球队未参加比赛，中国营造商竟然承包比赛场馆的大细项工程。卡达2019年确定主办世界卡球赛了后，就开始积极地请客，无顾移工权益的事件真济，包括几多千件公安历史死亡案件、工时伤过长、薪资伤过俗等等。国际特赦组织20指出，卡达保障移工权益的做法也是有真大的改善空间。另外，伫参赛名单的伊朗持续传出大暗女权的听闻，要求国际卡球总会FIBA禁止伊朗比赛的声音不断，不过FIBA目前也未做出回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Netflix 正称的戏剧描写英国王室故事的《王冠》，第5季就要开始放送。不过，这阵却是爆出侪争议。有英国的演员朱迪丹提到批评讲，《王冠》的剧情内容甲历史甲谣言乌白斗，迫害先女皇伊丽莎白2世名声。后有 Netflix 都爱表示剧情的内容讲只是编的。前首相梅姐嘛批评讲，剧情暗指伊甲当时的查尔斯王储暗中计划逼女王落台，这寡剧情拢是咧讲白贼。Have royal scandals damaged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The House of Windsor should be binding the nation together, setting an example of idealized family life. 过2年 ，Netflix 影集《王冠》总算搁演啊，后个月要播出第5季。这出真侪人爱看的作品，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做主题，讲伊在位时期的王室。第5季重点放伫的已故戴安娜王妃离婚前后的经过，也未播出，就话题不断，批评的声音嘛未少。I won't go quietly. I'll battle till the end. 王冠第5季伫讲1990年代的王室，女王安怎处理温莎城堡的大火，也甲查尔斯甲戴安娜的婚姻。议题本身敏感，女王搁拄啊过身，所以这个剧情特别引人注意。英国老牌影星朱迪丹契20日公开批评《王冠》部分事实甲谣言，海外观众强行把戏剧当作真实，尤其剧情暗示女王对囡仔的养育方式无好，甚至可能会互判入狱。
这种的指控粗鲁阁无公平，伊呼吁重新考虑伫片头加入故事纯属虚构的免责声明。It feels it's all about to erupt. 无认同指出的，也有前首相梅杰，第5季会出现梅杰甲查尔斯王储伫对话，好亲像伫参详要安怎互女王退位内容，互梅杰真不满。伊16特别否认有类似的谈话，剧组人员嘛无找伊查证，这出戏根本就是黑白讲。Our glories belong to the past, and the world will move on. 面对这批评 ，Netflix 表示，王冠是根据历史改编的戏剧，经过详细考证审查。1990年代对王室来讲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不过无代表历史就会予王室无好的评价。但是是不是要加免责声明，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10月底就是万圣节，欧美国家的民众拢会装作妖魔鬼怪。装台物件当中上界经典的就是金龟。这就是美国金龟大出的时间。美国这几年是提倡环保观念，民众正做尽量无用机器嘛，无野化学肥，避免土白去互破坏，买当减少碳排放。美国伊利诺州就一个农民，去年开始用环保的方式来种金龟，咱做伙来看。美国伊利诺州的这片金龟田，比尔已经伫遮种金龟种47年啊。虽然这个金龟看起来敢若无啥物特别，但是比尔真骄傲的讲，伊伫旧年就开始用再生农业的方式来种植，所以伊的金龟会用讲是全美国上界环保的金龟。Everybody's getting into the Environmental Act, and you just gotta change, and farming has changed so much in the 47 years that I've been farming. 比尔讲，伊过去伫种金龟的时，拢会一直用机器来翻土、犁田，但是即马干那伫春天要种植之前，翻一摆土就好，尽量莫去叮当着土内底的虫，佮有一寡营养的成分。同时，嘛会使将碳保存伫土内面，减少碳的排放量。另外，完全莫使用化学肥料，透过芳也是蝴蝶来帮助花会当授粉，增加果子的产量。总讲一句，再生农业就是尽量减少使用机器，也是化学肥料这人工的物件，让土地的品质保持伫会当自然种植的状态，袂一直受到破坏。You save burning all kinds of diesel fuel, which is rather expensive this year, and you don't lose soil to wind erosion. 事实上，即马伫美国，再生农业已经愈来愈受到欢迎。但是因为短期内农作物的产量会明显减少，所以若是要让农民愿意配合，需要一寡大型企业伫后壁斗支持。参像比尔所种的金龟，都是要互伊利诺州一间真大的食品公司 Libis 公司，毋但鼓励农民改用再生农业的种植方式，阁会派专家来甲因指导。另外，参像雀巢、百事可乐等等，几若间全球大型的食品饮料公司，即马嘛拢开始推动再生农业，希望透过改良农业的生产方式，会当好好保护土地、保护环境。记者甘延年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